从小这样都看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在打球，那我自己是3年级才就是转到有练习羽球的学校，然后去开始打羽毛球这条路。子颖她从小就不太喜欢乖乖的坐在椅子上，她喜欢跑来跑去的，就很活泼好动啊。而且他蛮聪明的，其实虽然他不爱读书，可是你从他的球风，你就可以知道，他是有在用头脑的。她从小力气就比别人大。以女孩子来讲，如果你力气比较大的话，应该就是比较占优势。我嘛无感觉伊真做厉害啊，家己讲厉害，大家嘛像我嘛讲我最厉害。因为我其实，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都是在我的那个年级的第1名，所以爸爸都会一直告诉我说，你也袂拍沙，永远嘛拢有对手，无你就免拍，你就坐遐就好啊，你都唔免去出门啊嘛。当初3年级的时候打球是我自己选的嘛，然后到6年级的时候，大家陆陆续续就6年级都不打，然后可能国中他们就会去念书还是什么的，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大家都不用练球了，可以回家，可以出去玩，好像比较开心，就比起练球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不要打球？所以我就回家去跟我爸爸说，问他说，我可不可以不要打球？然后他就说，可以啊，那你就放学之后就看你想要做什么啊，记得回家吃晚餐就好了。一开始可以不用练习，然后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觉得哇，就是这样子很好。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，都会去学校旁边的书局去看，因为我很喜欢狗，所以我就会去看那种就是动物的书吧。这样子持续了1个月左右吧，就已经有点觉得好像每天也都差不多，就觉得好像去打球还是比较好玩，比较快乐，虽然可能比较辛苦，所以又在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回去打球。我就记得很清楚的是，那时候妈妈跟我讲说，这次是你自己选择你要回去打球的，所以你就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。对，然后我自己就是也已经得到了那个领悟吧，因为很开心自己可以再继续打球这样子，真的是下定决心。